啊，乜呢期興開 live 咩啊？又有網紅啊，邊旅遊邊直播喎、咦？呢個咪把口啊！哇，喺串個炮仗嘅呢一個館長。佢係唔係見到佢係老友鐘明軒呢？之前就拍 walk 啦，就內地又 hit 爆，激到塔綠班嗰班友仔咧就扎扎跳，佢直接開 live 挑機串爆民進黨先。鐘明軒嗰班 fans 啊，大部分都係啲飲飲食食嘅花生友嚟嘅喎，但係館長唔同啊，佢啲 fans 啊，全部都係對政治熱衷嘅呢個狂粉嚟嘅，甚至咧有好多咧都係綠營嘅支持者，連佢都夠膽翻內地開 live，而自然多人關注啊，究竟曾經嘅墨綠戰士係咪可以翻內地嚇食好玩好住好呢？台灣咧都好多咧塔綠班咧想轉式回頭是岸㗎。嗱，睇睇而家內地啊，係咪真係咁好玩咯？嗱，館長開 live 咧最高峰同時有27萬人在線，平時塔綠班嗰班打手開 live 咯，得嗰青鳥幾百隻㗎咋。網民咧已經用 view 數嚟投票啦，睇內地食買玩實況好過睇綠營嗰班政客賣笑啦。館長 fans 咧基本都係台灣島民嚇，咁啊佢開 live 咧就淨係靠台灣地區咧就已經有咁多人啊睇佢行街吹水啦。嗱，證明啊連一啲偏綠嘅台灣民眾啊都好想咧透過館長嘅直播睇下咧高鐵有冇靠背啦，公廁有冇門啦，第一餐咧就食咗呢一個榨菜、茶葉蛋、即食麵嚇，專門咧就踢爆嗰班啊綠營名嘴嘅井底名言呢。中國大陸這個美食豪華3件套，方面，哎呦，這大會茶葉蛋、回飯店，還有榨菜。吃不起茶葉蛋，是不是餐餐吃榨菜？我這檔去就是給全台灣人看。嗱，民進黨咧就驚自己抹黑大陸嘅大話咧，瞞唔住啦。就揾嗰班咁嘅青鳥打手上去咧留言區嗰度做嗰啲腐皮戰士留負評啦。外灘嘅燈光 show 冚唪唥係靠全國停電嘅，條街咁多靚仔靚女，冚唪唥都係臨時演員嚟嘅噃。嗱，上海咁多豪車咧，全部都係道具嚟嘅。有些少常識嘅台灣民眾咧，都恥笑嗰啲青鳥冇文化。中國電力咧多到咧出口俾東南亞，你打開小紅書咧就見到好多小姐姐、小鮮肉去打卡。上海嘅豪車多到連韓國網友咧都爭住去影相集郵。佢哋越鬧阿館長，就越俾台灣民眾睇到青鳥究竟有幾無知同幾雙標。館長同行嘅仲有幾家台灣電視台一齊，全程咧都係無障礙直播咁同埋拍攝嘅。東森三立呢啲咁中意作古仔嘅媒體咧，點解唔一齊同大隊直擊一下真正嘅中國大陸呢？嚇，係冇膽定係唔敢啊？就是有網友說，這個現在全大陸都停電，為了應付現在看到這個美景啊，電力又用在這啊，相當抱歉啊，在40分鐘你家就有燈了，你就可以用電腦，你就可以充電了，你就可以看劇了，好不好？稍等一下，就有冷氣吹了。再等一下，我快看完了。青鳥同網軍冇用，咁咧就要咧輪到呢個綠營名嘴出動啦嚇！獨派嘅 KOL 巴仲啊，屈阿館長收錢啊，話佢咧已經喺呢個內地嘅直播帶貨啦。咁啊，但係咧當時咧館長連台胞證都未簽到啊，冇可能咧喺內地出現嘅。唔通佢識瞬間轉移咩？原來咧巴仲啊嗰個咧所謂嘅驚天錄音啊，係同名同姓夾生咧砌啊呢個館長生豬肉㗎。睇佢嗰個樣啊，頭尖額窄，原來份人咧仲陰陰濕濕。唔怪之得啊！而家巴仲啊仲多咗個新嘅外號啦，小小雞杯啊！館長咧就自費旅遊兼開 live，明明咧就係一個普通台灣民眾嘅正常生活，合法合情兼唔合理啊！就俾嗰啲民進黨咧驚到咧，就話佢係統戰喎，唔排除館長翻台灣之後仲要進行呢個調查。再睇翻台獨軍師嘅沈伯洋咧喺台灣搞埋晒嗰啲黑熊學院啦，搞武裝台獨啦，被列入台獨嘅頑固分子名單，喺內地屬於通緝犯。但係佢嘅家族企業咧依然咧係可以靠入口內地嘅貨斂財過億喎，甚至台獨組織嘅黑熊學院嘅商品都係喺內地製造，想喺中國賺錢，但係又挑戰中國底線，你唔俾阿爺制裁佢，唔俾喺內地有任何商業交易，你都唔得啦。
賴清德咧又走出嚟咧幫阿沈氏家族駁嘴啦嚇，話傷害台商利益，台灣民眾合法旅遊要被綠營全網批鬥，台獨通緝犯嘅非法收入啊，要阿賴清德出面。館長之旅咧唔止係踢爆咧民進黨嘅大話，仲係咧揭穿咗咧賣綠營狼狽為奸，只准台獨賺錢，不准民眾旅遊呢啲綠色恐怖啊！蛋撻 TV 啊，就係有意思，我哋下次再見啦噃，拜拜。